多謝黃之航同學嘅表演。接住落嚟就輪到興樂嘅表演。首先，我哋會由頂樂組嘅同學先為我哋演奏一首愛爾蘭嘅傳統樂曲，名為《Glorious March》。蘇 Sir，你有冇聽過呢首歌啊？梗係有啦，我知道呢首樂曲歷史非常悠久，旋律優美而深沉，聽落仲帶有一絲絲淡淡嘅憂傷添。唔單止啊，陣間表演嘅牧童笛三重奏係由鄭寶儀老師改編，當中除咗高音牧童笛，仲用到中音同埋次中音嘅牧童笛，三個聲部互相呼應，保留咗樂曲原本優美而深沉嘅味道，同時亦都帶出牧童笛清脆嘅音色。聽落真係好有層次感喎。咁依家就有請笛樂組嘅同學為我哋表演《Glorious March》。